大家好，我係 Andy，今年又嚟到台北參加 Computex 2026啦。今年係6月2號到5號，主題係 AI Together， 規模係歷年最大，橫跨南港展覽館1館2館，仲加埋世貿1館，超過1500間參展商，來自152個國家，超過111000名買家同訪客齊嚟台北。今年個感覺好唔同 ，AI 唔再係概念，係真係落地，係每一個角落嗰種感覺。Robotics、e-paper、healthcare、AI， 今集我帶大家逐一睇，走入去。首先嚟到今年最吸睛嘅展區之一 ，E Ink 元泰科技同 BMW 嘅跨界合作。大家入到去第一眼就係呢架電子紙概念車，成架車身側鏡、輪框全部包住 E Ink 最新嘅 Prism 彩色可塑型電子紙，係可以做到 3D 曲面拉伸同熱塑成型嗰種。透過程式控制，整架車可以實時切換顏色，顯示波浪動態圖案，真係站喺佢前面睇好耐都唔捨得走。其實 BMW 同 E Ink 嘅合作咧，由2022年 CES 嗰架黑白版 iX Flow 概念車開始咧，一路發展到今日。BMW iX Free Flow Edition 已經正式量產，仲喺今年北京車展亮相。今次 Computex 就係彩色版嘅全球首演，係真係劃時代嘅技術。講完 BMW， 繼續係 e-paper Pavilion。今年咧係 Computex 史上首次設立電子紙專區，超過150個展位，規模好大。呢個展區咧有2個展品特別吸引我，一個咧係 Sharp 帶嚟嘅 E Ink 展示場。聯合 Cocona 展出彩色電子紙相框，主打家居裝飾同數碼藝術，唔係當電子產品賣，係當裝飾品擺，係客廳嗰種感覺，相當有品味。另一個咧係 AUO Display Plus 嘅 A-Core 方案，展出 EcoPost 電子紙廣告牌同 EcoTag 電子貨架標籤，13.3寸嗰款仲拎咗 Computex 2026 Best Choice 科技永續特別獎，配合 E Ink Spectra 6技術，無需接電，可電池驅動，遠端更新內容，係真正零碳智慧零售嘅方向。下一站係 G-Skill 第12屆 OC World Cup 超頻世界盃，台上個氣氛係真係好癲，選手用液氮極限降溫，將 DDR5 記憶體頻率推到接近物理極限，台下觀眾激動得滯啦，好似睇 eSports 決賽咁。今年冠軍係 BLC Dot， 繼去年德國選手 CENS 之後咧，換咗新王 Geekbyte 嘅 Hikkoki 超頻團隊，更係今年大贏家，一口氣拎咗10項全球第一，仲用 Corsair 記憶體咧打破咗 DDR 513556每秒8萬次數據傳輸嘅世界紀錄。G-Skill 自己今年都宣布咗全新嘅 DDR5 主動散熱記憶體，同 Cooler Master 合作設計，硬核超頻玩家一定要留意。仲有 G-Scale 展台今年一如以往，擺咗幾部誇張嘅 Custom PC Mod， 有火箭造型配液氮冷卻，有 Matrix 風章魚機殼，有鯊魚造型機，每一部都係藝術品。最癲嘅係有個獅子頭機殼，真係有個出水口可以噴啤酒出嚟，成個場都笑成一堆。每年嚟到 G-Skill 展台都係驚喜連連啊！玩完超頻，我哋去埋 Mosa Racing 嘅展台。Mosa 今年係世貿1館 D0621A 帶嚟全套旗艦模擬賽車體驗，最正係有4軸移動座艙系統，可以模擬 Hill 升降、Pitch 俯仰、Roll Chucking 3個維度嘅物理動態。當你入彎、剎車、壓路肩，成個人都感受到咧重心轉移啊，唔係一般震動可以比較嘅。仲有 Mosa 嘅直驅方向盤系統，加埋 ESX 方向盤、排檔桿、手剎車、踏板，完整產品線咧一次過睇晒。最驚喜係佢哋仲有一套 Boeing 授權嘅飛行模擬座艙，跑緊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係賽車迷同飛行迷嘅天堂。我試咗入彎，真係腎上腺素爆晒。講到 Robotics， 今年 Computex 係史上首次設立 AI Robotics 專區，而 Intel 係其中最搶眼嘅展示之一。Intel 今年帶嚟一位特別嘅員工，佢係 Ella， 由新加坡 Sensory AI 製造嘅機械人咖啡師，用咗 Intel Core Ultra 3 Series 芯片驅動，係全球首個多 AI Agent 實體零售系統。3個 AI agent 分工合作，一個負責同客人對話落單，一個控制機械操作沖咖啡，一個即時學習優化效率，全部喺一顆 SoC 度運行，仲可以同時沖4杯咖啡。Intel 仲展出咗 Richie 一款可以感知環境嘅社交機器人，可以理解周圍嘅物件同人物互動。
加上其他伙伴帶嚟嘅 HAI Robotics 方案，今年 Intel Robotics 展區咧係真係令人大開眼界。我自己試咗 Ella 沖嘅咖啡，真係好飲過想像。身為做 healthcare IT 嘅人，梗係唔可以錯過 ASUS 展台嘅 healthcare 專區喎。今年 ASUS 嘅主題係 Ubiquitous AI Incredible Possibilities。喺醫療方面咧，佢哋展出咗 HAI 醫療影像平台，支持實時 AI Camera Inference， 仲有 AI 輔助醫療成像嘅 Live Demo， 係真係可以部署係醫院環境嘅工業級方案。仲有 Compo 展出嘅 PolyMax 咧，係同 NVIDIA 合作嘅 Physical AI 智慧醫院平台，結合機器人、數字聯生同邊緣運算，由急症室到手術室都可以智能協調。呢個係我今年整個 Computex 最大嘅啟發。醫療 AI 真係由概念走入現實。最後同大家分享下咧，今年展台設計咧真係一年比一年靚。ASUS 嘅主展台超大規模、分區清晰 ，AI Infrastructure、Creator、Healthcare 各有專區。ROG 今年係成立20週年，整個展台係 ROG Lab 主題，暗黑係設計配 RGB 電競玩家嘅天堂。Gigabyte 係今年40週年，展台設計咧係公認今屆最靚之一。硬件配設計兩樣都頂級 ，Compo 以 The Engine of Intelligence 為主題，展出完整 AI 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展台幾乎係一個小型生態系統。呢幾個展台咧係今年 Computex 嘅顏值擔當，每個都係花咗大心思，逐個影都影唔切。好，今年 Computex 2026嘅 Vlog 就到呢度。今年整體嘅感覺係 AI 真係由概念走入現實，唔係 PPT 度嘅 AI， 係真係喺你眼前沖緊咖啡、遞緊手術工具、幫你設計車身顏色嗰種 AI。呢種改變係真實嘅，係快嘅。作為做 healthcare IT 嘅人，我今年最大嘅感受係醫療 AI 嘅爆發，無論係 ASUS、Compal 定係Intel， 全部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智慧醫院 Physical AI 人機協作係未來3至5年最重要嘅趨勢。如果你未去過 Computex， 真係強烈建議你明年2027年嚟台北親身體驗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下集再見。